大家好啊，毛醫師咧今日嚟到泰國咧，好想介紹一種非常好用嘅中藥，而呢一種中藥咧喺泰國裏面咧亦都係非常常用，無論喺食材啦，又或者治療方面咧都非常實用嘅。呢一種中藥就係薑黃啦。咁今日咧我會介紹喺泰國咧會買到嘅山薑薑黃膏，仲會咧有一啲食療介紹俾大家嘅。根據中醫咧，薑黃就入我哋嘅肝脾經，性味咧係辛苦同埋溫。佢咧亦都有一種活血行氣、通經止痛嘅功效。臨床上咧，薑黃其實除咗可以治療我哋嘅婦科疾病啦、胃部疾病、風濕痹痛，仲可以咧用於我哋嘅癌症治療。喺臨床上面咧，對於肝癌啦、結腸癌、肺癌、乳癌、胃癌、前列腺癌同埋白血病咧都有一定嘅幫助，所以咧亦都係成日愛嚟入藥嘅。首先咧，先介紹下咧呢個薑黃膏。第一咧，佢其實可以用嚟咧治療我哋嘅頭暈啦、暈船浪、暈車浪同埋頭痛等等嘅。係啦，我哋點樣可以用呢個薑黃膏咧？就將呢個薑黃膏搽喺我哋太陽穴附近嘅位置，咁其實可以得到即時嘅舒緩。第二就係對於我哋食滯啦、胃脹、胃悶又或者嘔吐嘅時候，都會有一啲特別嘅功效，可以咧將薑黃膏搽喺我哋嘅腹部，由我哋嘅劍突嘅位置開始，由上往下咁樣推，咁咧即時可以咧令到胃嘅唔舒服咧可以減輕嘅。第三，對於女性月經期間有一啲痛經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喺月經前嘅5日啦，又或者喺月經期間可以搽喺我哋嘅下腹部，都會有幫助嘅。第四就係針對翻我哋嘅風濕痹痛，例如一啲嘅風濕痛啦、頸部嘅疼痛啦，又或者膝頭嘅痛，都可以咧喺相關嘅位置搽上同埋按摩。咁至於喺食療方面咧，建議大家可以將半茶匙嘅薑黃粉放喺咧我哋飯煲裡面一齊連埋啲飯煮，就可以咧整成呢個薑黃飯。薑黃粉咧其實亦都可以愛嚟炒菜，可以減低呢個菜裡面嘅一啲嘅涼性。又或者我哋可以將薑黃粉咧放喺米奶啦、杏仁奶入面，咁樣咧可以咧吸收到薑黃嘅一啲嘅功效。不過大家要留意，薑黃咧其實個性味咧就比較偏溫嘅。如果我哋成日都夜瞓咧，又或者容易上火咧，咁就要少用啦。咁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到大家，拜拜。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Shar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歡迎留言俾我。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